好多香港朋友返中山睇樓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，到底係買一手樓好定係二手樓好？一手樓有售樓部，有樣板房，有全新嘅園林，有新式嘅戶型，銷售講起未來嘅規劃都好吸引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二手樓又有一個好現實嘅優勢，地段成熟，日常生活方便，行情價格都會更加親民。今日呢條片我同大家講清楚，香港人返中山退休買樓，到底應該揀一手樓定係二手樓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我會詳細咁同大家去拆解邊啲買家係適合買一手樓，邊啲又適合買二手樓。視頻開始之前，我想先問你哋幾個問題：你係準備即刻入住，定係3-5年之後先退休長住？你係長期自住，定係就係週末先返嚟落腳？將來會唔會考慮轉手放售？平時有冇自駕車呢？對醫院、街市、藥房、交通同生活嘅便利度要求高唔高啊？呢啲問題比揀一手樓定係二手樓好更加關鍵。我哋先嚟講下一手樓。第一，一手樓嘅居住體驗確實係優勝好多，小區全新，外立面又新，園林景觀又新，車庫配套新，戶型設計亦都貼合返而家改善型居住需求。對長期住喺香港嘅朋友嚟講，反差感會好強烈。第二，一手樓睇樓嘅流程亦都簡單清晰，去到售樓部會有專人接待你，有樣板房、沙盤、價格表，成個流程標準化。對於唔熟悉中山樓市嘅香港買家，一手樓會俾人一種條理清晰、容易理解嘅感覺。第三就係一手樓自帶未來嘅想象空間，好多新盤都會介紹片區長遠嘅規劃，但呢度我亦都要重點提醒返大家喎，一手樓最大嘅隱患唔係話夠唔夠新，而係充滿唔確定性。真正交樓之後，樓盤嘅實際品質、物業管理水平、周邊嘅配套幾時先落地成熟，全部都需要時間去驗證。所以香港嘅朋友買一手樓一定要核實3樣關鍵嘢。第一，項目各項嘅手續齊唔齊全，重點要睇預售許可證、交房合同嘅條款、交樓時間、精裝交付標準，每一項都要逐條睇清楚。第二，開發商嘅實際交付實力，重點要查返過往佢嘅樓盤交樓嘅記錄，有冇延期交樓，業主有冇大規模嘅維權、貨不對版呢一啲情況。第三，重點要睇下片區現有嘅一啲配套，一定要實地睇而家已經具備咗邊一啲配套。講完一手樓，我哋再嚟講講二手樓。二手樓最大嘅優勢就係全部嘢都有確定性，樓下幾步路有冇街市，晚飯周邊食肆旺唔旺，夜晚小區嘅入住率高唔高。不過二手樓亦都唔係話全部都值得入手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兩類二手樓盤。第一類就係成熟資源型嘅舊盤，呢類小區雖然有一定嘅樓齡，但地段比較好，有比較完善嘅學校教育資源，好似中山本地人認可度好高嘅大型社區，就例如海欣新城、遠洋城，就屬於呢一啲典型嘅成熟資源類舊盤。第二類就係單純老化型舊盤，呢類舊盤唯一嘅優勢就係平，除咗呢一點之外，全部都係短板。另外，二手房交易嘅流程會比一手房繁瑣好多。一手樓就係同開發商直接交易，二手樓嘅話係要同私人嘅業主對接，一般會透過中介去協助辦理各種手續。一手、二手樓之前一定要核實不動產證嘅信息，確定產權清晰冇糾紛，有冇銀行抵押、法院查封、業主按揭貸款有冇結清，物業可唔可以正常過戶。咁呢啲資料又可以去邊度核查呢？最穩陣嘅做法係要求業主出示不動產權證，正規嘅中介亦都可以協助買家做產權核驗。簡單嘅總結，新房交易流程睇落簡單，但風險主要就集中喺開發商嘅實力同埋後期嘅交樓。二手房嘅手續係相對會繁瑣一啲，風險主要就集中喺產權問題同埋物業本身嘅實況。再講一個關鍵點，就係首付同銀行按揭款。
表面睇落去，一手樓同二手樓嘅首付相差無幾，但實際操作上面，二手樓會受到銀行物業嘅一個評估影響。簡單咁舉個例子，二手樓成交100萬，但銀行評估只係俾到80萬，咁貸款嘅額度就會以80萬為基準，你需要自備嘅現金首付會比原先嘅預算多出咗一大截。貸款年限同樣都會有差異，二手樓如果樓齡偏高，銀行審批嘅按揭同時會核算返借款人嘅年齡、物業剩餘嘅使用年限，樓齡越舊可以做貸款嘅年限就越短。咁邊一類香港人適合買新房？邊一類又適合揀二手樓呢？一手樓比較適合3類香港買家。第一類就係唔急住住嘅朋友，如果你而家只不過係提前為將來退休鋪路，3年之後先會真正長住。第二類就係預算相對充足嘅朋友，一手樓尤其改善型第4代住宅，居住體驗會比較好，但總價門檻亦都唔低。第三類就係極度重視居住品質嘅朋友，特別中意大露台、闊橫廳、小區會所、全地下車庫等現代化配套，亦都能夠接受到片區嘅配套需要逐年去完善。揀一手樓，我建議優先考慮現樓、準現樓或者過往交樓口碑穩定嘅開發商。咁二手樓又適合邊一類香港買家啊？第一類就係短期之內就要入住嘅朋友，如果1到2年之內就會頻繁咁返嚟中山，成熟二手或者現樓會比純期房要穩陣得多。第二類就極度睇重生活便利性嘅朋友，希望樓下就有街市、藥房、食肆、公園，打車方便。第三類就係預算有限，但又想有成熟生活圈嘅朋友。同等嘅預算，你買一手樓可能要揀新區，但二手樓嘅話，你可以喺市中心裏面地段同埋配套比較完善嘅地方有比較多選擇。無論你係揀一手樓定係二手樓，記住一句核心：新樓買嘅係未來規劃，二手樓買嘅係當下現成嘅生活。如果你而家都準備返中山睇樓，但又唔清楚自己適合揀一手樓定係二手樓，可以 WhatsApp 私信我會根據你嘅預算、退休時間、日常生活習慣同你逐一去分析，揾到適合你嘅房源。我係 Josie， 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到每一位打算返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，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